海葵风台扫过高雄，有真侪路树拢倒去，清洁队阁继续在摒扫，嘛发现讲高雄前定区的水电街道路拢逼开，有20公尺的壁船嘛造成关系差。当地民众就讲在本地都有壁船，风台扫过是愈逼愈大，市政府评估目前无安全的疑虑。甲车扭到尾5公尺长的车也无够牛，这条棚经过测量将近20公尺长，关节差将近2公分，趴伫高雄前镇区水天街原顶，看起来非常惊人。别个所在毋了一位，今年工地水沟侧边嘛出现明显的壁船，民众烦恼范围若扩大，有可能大面积放弃。在施工啦，施工它打桩了，所以那个才裂开来的啦，更危险了。尤其现在下雨，我们这里的出入都是靠这一条路啦。本来是小小的，而且现在变成越来越大，好像感觉要掉下去的感觉，不知道哪一天会崩裂，不晓得。当地居民讲，这条壁船是边仔工地施工了后才出现，海葵风台了后，壁船是逼了愈大。另外一侧靠近工地的水沟，嘛有2支镜头看的壁船。另外一位嘛当看到安门土修补了后的痕迹。伊就做好迄边的板砖，算在板砖抽起来嘛，抽起来，伊就会甲补。经查系因打设钢板桩震动所造成路面破损，现场经技师初步研判无公共安全疑虑。市府表示，壁船是边仔工地打设的钢板桩所造成，专家检视现场无安全的疑虑，会要求厂商伫6号完成道路的修复。市府嘛会持续来监测。记者王柳婷、明昭宽广报道。